不過你俾少少時間我應承你，我好有信心可以揾到2個。細侄女，你俾我組隊啦。傅叔叔，我相信唔係你講得咁簡單嘅。咁樣啦，你俾啲時間我，等我考慮下。唔係咧，細侄女，你信我啦。唔係你真係信我啦。嗱，一係咁啦，俾我同你老豆傾下，我相信佢一定會信我嘅。傅叔叔，我爹哋半年前中咗風，而家半身不遂，已經講唔到嘢啦。傅叔叔，我今日見到你真係好開心啊，仲聽到你話好想出嚟教翻波添。不過咧，我真係好想你俾啲時間我考慮下。唔好意思，我要聽個電話。啊，得啦，你叫佢等我一陣啦。傅叔叔，真係唔好意思啊，我有個 appointment 啊，組織功夫足球隊呢件事，請你俾啲時間我考慮下，好冇？細侄女，食飯啦！傅叔叔，我而家明白點解爹哋永遠都比唔上你。好啦，我應承幫你組隊。多謝，多謝。Michelle，呢個咧就係我揾到嘅奇才唐小順啦。你好。你好。阿小順咧，佢自幼就苦練家傳嘅彈腿功夫，佢嘅功夫就係佢家姐教嘅，即係唐大順啦。你好，幸會，今日得見，幸何如之？原來唐小姐係小順嘅師傅啊，真係女中豪傑啊！失敬。我唐大順一介女流，點同班主你日理萬機啊？我哋唐氏列祖自明代開始就跟隨河南嘅唐祖師爺學習12路彈腿，數百年嚟一脈相承，從未間斷過。我同小順身為唐氏末代子孫，流落漁村，出道時有困難重重，未能將12路彈腿發揚光大，實在愧對祖先。大順啊，唔好講咁多啦，我哋嚟啦，小順嚟啦，大順嚟啦，咁我哋就獻醜啦，小順。係。哇，唔係啊嘛，射12碼，仲要係空門，我着高踭鞋都射得入啦。好腳力啊！80幾碼都仲可以掛網，熱下身啫。佢呢一球有名堂噶，呢一球就叫做哈雷彗星射球，係咪啊，順仔？冇錯。頭先冇落西嘅就叫哈雷彗星射球，呢一球落埋子宮西嘅就叫哈雷彗星大 S 射球。大 S 射球啊！我要中橫眉上邊粒車厘子。
係打中粒車厘子啊！今次我要射右柱，攣嗰陣。你話射攣隻腳啊，定係射攣條柱啊？哇！Michelle 真係柱都俾佢射攣啊！Michelle， 喂！傅叔叔，你講得冇錯啊！我終於揾到個真正嘅神射手啦！點知係咁啊？佢就係足球界嘅人肉字典，你問佢任何關於足球嘅問題，佢都答得出。你點睇亨利啊？我覺得佢係歐洲最出色嘅神射手嚟。哦，亨利啊，技術好啊，速度高啊，梗係勁啦。係咪最出色咧？就見仁見智咯。佢初頭好曳噶，去到阿仙奴先越嚟越好啫嘛。所以佢對阿雲格先咁尊重啫嘛。佢講啊嘛，佢話雲格係我精神上嘅父親，阿仙奴係我家啊。你估講笑嘅咩？冇錯，佢已經成為法國隊有史以嚟最出色嘅前鋒。不過可惜啊，佢喺世界盃連一球都入唔到啊，仲攞埋紅牌添。你要講阿亨利係嘛？咁我陪你講咯。亨利總共為國家隊上陣29次啊，入咗10球，有3球係98年世界盃入嘅，另外3球咧就係00年歐洲國家盃入嘅。查實佢嘅成績經驗唔錯啦。02年世界盃，時也命也啦，無謂盯到佢太陽啦。若然你要講話世界公認嘅法國頂級球星，我會點咧？講阿柏天尼咯。天尼仔佢72年入行，踢到86年，足足威足14年。我個人認為佢應該係上一個世紀踢定點罰球最堅嘅球員之一啦。佢總共為國家隊上陣72次，入咗16球啊。83、84、85年咧更加成為意大利甲組足球聯賽最佳神射手添。84年咧仲兼得歐洲最佳神射手添。85、86年應該係佢個人嚟講最風光嘅2年啊。點解咁講咧？因為喺佢帶領之下嘅祖雲達斯咧立咗歐洲超級盃同埋歐冠盃2大球壇最高榮譽都不特止，仲要俾佢帶領法國國家隊立埋當年嘅洲際盃兼1986年嘅世界盃冠軍添。聽聞啊係1986年嘅世界盃冠軍啊，終於咪俾佢踢波踢到連法國總理乜都頒個最高榮譽騎士勳章俾佢攞。1997年佢更加成為祖雲達斯有史以嚟最偉大嘅球員添。咁你話佢嘅豐功偉績係咪連阿斯丹拍到粒仙丹都望塵莫及咧？你果然好熟足球喎，有前途啊！點止有前途咁簡單啊？等我嚴格訓練下佢添啊！佢隨時犀利過亨利或者柏天尼啊！一睇就知道你哋兩個對足球一啲都唔熟啦！我特登講錯資料，你哋都唔知。柏天尼都未攞過世界盃，真係冇過咁好波啊！你兩個，你份人真係夠晒幽默喎！係，佢簡直係快樂足球嘅代表。小信啊，你踢咗咁耐波攰噶啦嗬？我踢咗3腳啫嘛，一啲都唔攰啊！攰咩唔攰啊？我話攰啦，你去休息下，我哋去休息下。Michelle， 你覺得點啊？我應承你組球隊核心成員係小信。多謝。喂，唔知得唔得啦？爭啲俾你搞喎。我而家翻去搞埋其他嘢先，細節嘅嘢我哋第日慢慢再傾過啊！你盡快組隊啦，好唔好？哦，我送你。唔使啦，我自己翻去得啦。好，再見。啊，家姐個球場好大好靚，我想踢多陣得唔得？哦，得。喂，虎哥啊，而家小信只可以企定踢嘅啫喎，其他嘢乜都唔識嘅喎。慢慢嚟啦，而家唔係講呢嘢嘅時候，最緊要Michelle應承咗先。唔係幾好喎，呃人啊，我心唔舒服噶。得，我應承你。嗱，虎哥，我而家同你講啊，小信個病因未好翻咧，我都唔俾佢落場踢噶。喂，你知唔知啊？你記住啊！林生啊，所有嘅運動員喺晒度噶啦，你自己慢慢睇啊。哇！個個都咁骨骼精奇，我點知邊個武林高手啊？喂，不如你介紹下啦。咁你使唔使要識埋啲九陰真經同埋乾坤大挪移啊，林生？有啲咁樣嘅嘢啊？好喎！世界上邊有呢種人噶？全部都係國術部啲學生嚟噶，頂晒咁都係識舞下劍、玩下南拳同埋虎鶴雙形噶咋。哦，咁啊，刀殺。咁你幫我安排下。安排你哋唔緊要啊，唔好計失望啫。塞咗。哦，其實咧好簡單嘅啫。如果真係塞嘅話咧，你喺個渠口嗰度咧倒啲哥士的落去，跟住咧再倒啲滾水，隔一陣間通晒噶啦。真係咁靈嘅？梗係啦。唉，我等陣即刻去買啲嘢試下啦吓。唔好等陣啦，快啲去啦。唔該晒。
快啲啊！先生，等人啊？唔係啊，我睇下嘢啫嘛。哦，一係擔張凳坐下。我唔使客氣啊，得我企下得。係咪見肚餓啊？一係煲個麵你食啊。嚇？係啊。唔使啦噃。哇，你好多眼屎下喎，梗係好熱氣啦。喂，我煲咗下桑菊，我去滗個碗你飲下。唔使，真唔使，得講得㗎啦。嗰個口仲有少少臭臭地喎，係咪腸胃唔好啊？喂，唔係啊，不如咧滗咗碗下桑菊你做咩？喂！小心啲啦嚇！先生嚟嘢啊嘛，冇嘢。哇，4兩撥千斤，如果你啲雙手幫你守龍就發達啦。嗰啲點可能守到龍啊？喂，阿哥，你頭先用嗰啲咩家伙功夫啊？我早年學過咧，嗰啲八卦掌咁，其實咧就係要嚟強身健體嘅。強身健體你咁犀利，哇！如果我哋加入個足球隊，我哋守龍門咁好犀利。守功夫都可以守龍門㗎，梗係可以啦，梗係。我想問下個待遇方面嚇，待遇方面咧就咁嘅，有食無功就2餐1宿，食碗面反碗底。呢一個咧講笑嘅啫。咁其實就係有食無功2餐1宿啦，但係大家係好開心㗎喎，一齊打波。喂，咁啊啱晒。其實我哋做工嘅大求咩啫？大家聚埋一班人開心心。係啦，冇錯，最緊要啦呢樣嘢係啊喂。你請教你貴姓啊？叫咩名啊？我叫林江龍啊！哎呀，同宗啊！我叫林宗虎啊，邊度鄉下？哎呀，虎哥啊！你講到邊度啊？邊度啊？三水啊！哎呀，我江門嘅，江門同三水原是一家親。話時話啦，仲有冇其他啲識功夫嘅介紹埋我做兄弟啊？得，冇問題啊！我好多朋友都識功夫㗎，係嘛？係啊，咁一定要介紹我啦喎！我而家要講話，咁啊啦，你而家我同你揾啲乜下桑竹先好。喂，好啊，係啊。虎哥，點解你對我咁好嘅？其餘無謂的應有盡有，龍門狂射10次都不可有。今日幾號？正月28，已出行動土，安藏大隋，其上梁祭祖，謀事民福。我問你31號。真係可以睇。街之前俾你睇下佢識唔識上一個世紀最勁嘅定點罰球嘅球員咧就係佢㗎啦。83、84、85年咧，佢更加入選咧成為咧意大利甲組聯賽、意大利甲組足球聯賽神射手。翻咗學。勇敢，你會看見幸福的所在。小信極之中意踢波啊，又得到大信嘅同意俾佢踢，仲有江龍加入，林宗虎邁向成功同埋重要嘅一步啊！不過都未叫人組隊嘅噃，唔驚，下集波牛隊仲會嚟投靠虎哥，終於組成足球隊啦！但係好似通常會有啲衰嘢跟住嚟嘅，就係喺小信邁向人生新一頁之際，大信竟然發現自己有病啊！密切留意下集功夫足球。